大家好，我係奧巴，今日就想同大家講下以電競為主題嘅電影《觸電》啊。咁究竟呢一套由林敏聰主演嘅電影又好唔好睇呢？以下落嚟嘅時間有劇透成分嘅，如果大家未睇呢一套電影，可以睇完再返嚟睇我嘅影評，又或者如果你唔介意嘅話，喺片頭畫面返嚟，我哋就可以開始啦。首先都同大家講下呢套電影嘅故事大綱啦。由柯煒林飾演嘅 Solo， 咁係一位電競選手嚟嘅。咁因為一次比賽太過毒食啦，所以輸咗一個比賽之後呢，電競嘅公司就決定解散佢哋嗰隊嘅隊伍啦，請咗另外一隊職業選手 ER Killers 去取替佢哋。咁由林敏聰飾演嘅車仔係一個網吧嘅老細嚟嘅，咁同佢個女由陳詠欣飾演嘅菲菲，因為網吧生意比較淡薄啦，咁一齊屈喺個網吧入邊喺度發毛啊。而咁啱有一次 Solo 上嚟網吧打機，車仔就撩阿 Solo 一齊組隊打電競比賽，因為嗰個比賽冠軍呢係有50萬嘅獎金嘅。一開始 Solo 就唔騷佢哋嘅，咁但係因為 Solo 喺電競界都已經臭名遠播啦，再加上年紀都接近30，咁喺無可奈何之下呢，咁唯有接受車仔嘅邀請啦。咁同埋菲菲，仲有由羅網飾演嘅老人家八爺，咁以 Happy Hour 命名嘅隊伍去參加比賽啦。咁除咗 Solo 之外呢，其餘3位其實都係門外漢嚟嘅，咁所以一開始都冇任何期望噶啦。咁究竟佢哋最後贏唔贏到個比賽呢？咁就留翻俾觀眾自己睇啦。咁首先啦，都想同各位觀眾講，呢一套電影呢，我覺得真係很好睇啊。本身呢，因為睇咗部分嘅影評啦，再加上見到電影嘅評分呢，其實都有少少期望入場。咁點知係可以比我期望呢係更加好睇嘅。咁我都講下好嘅地方先啦。首先講下林敏聰啦。嗱，佢平時成日鳩噏呢，都已經成為佢嘅鮮明形象噶啦。有人中意，有人唔中意啦。我自己呢都係一般般嘅，但係到佢要認真嗰陣時呢，咁佢又會交到貨嘅。例如佢之前拍 TBB 嗰套劇集呢，都大獲好評啦。今次都係有驚喜嘅，除咗都知佢有好多啲爆肚位，咁做咗電影嘅笑點擔當之外呢，咁亦都可以做到有感情同埋內心戲。電影呢都一直係由佢 carry 到尾啊。電影都有好多好少見同好耐冇見嘅角色，少見嘅就係新一代嘅年青演員，咁特別係一班靚女啦，陳詠欣、蘇浩儀、陳以津等等，咁亦都有一啲好耐冇見嘅，譬如羅網啊、馮素波、秦王等等嘅老演員。老演員嘅演技就當然不用置疑啦。雖然除咗羅網，其他出場嘅時間都唔算多，但係都為咗電影係加入咗張力嘅。新演員演技係需要磨練嘅，但係都喜見有咁多新一代嘅演員出現。而電影其中一個最勁嘅地方呢，就係有咁多演員助陣，但係個個角色都恰如其分，又唔會互搶戲咁樣，咁互相都有牽引嘅作用，同埋又唔係話夾硬用人堆砌嘅感覺。角色成長方面，Happy Hour 團隊4個都係有唔同嘅成長嘅。除咗佢哋越打越叻之外，羅網同佢老婆嘅感情啦，選擇離隊定係堅持，陳詠欣同佢老豆嘅感情，對 Solo 嘅愛情，同阿媽嘅溝通都係有成長嘅。林敏聰由冇生意嘅網吧老闆，到同老婆不和嘅老公，同阿女唔識溝通嘅老豆，都喺呢個過程有所轉變嘅。而隊長 Solo 由一開始毒食自負，對隊友不友善，要求過高，唔信隊友，犧牲隊友嘅黑人憎角色，到後嚟會肯同隊友道歉，體諒信任隊友，為隊友犧牲嘅隊長，最後輸咗都仲鼓勵隊友，變成咗人見人愛嘅隊長，都係呢一套電影睇得又熱血又感動嘅原因嚟嘅。講到感動都冇諗過呢一套喜劇都有幾場戲差啲都令我失手嘅。例如馮素波入院啦，勸阿羅網繼續去比賽，最後飲恨差少少贏比賽嗰種失落，羅網老夫老妻睇見 Solo 菲菲好 sweet 等等，呢啲場景都係令我有啲感動嘅。雖然我自己就冇流到眼淚啦，不過我都聽到同場嘅觀眾係有人喊嘅。電影中間會有遊戲內外嘅角色喺同關出現啦，咁其實我覺得係做得幾好嘅，感覺到個人同埋個角色係有聯繫。而最後一幕 Solo 見到遊戲角色嘅出現，亦都呼應翻喺真實世界同遊戲世界嘅 connection， 咁感覺我覺得係幾好嘅。咁我都講下我覺得冇咁好嘅地方啦。陳詠欣嘅演技我覺得只係一般啫，大部分都係好表面。不過反而佢受委屈谷住唔喊嗰個樣我覺得反而係演得最好嘅。一開始打機嘅第一身視角係有新鮮感同埋有動感嘅，
不過呢，我覺得係揈得太勁啊，有啲一頭暈。咁好彩只係好少段啫，之後亦都冇再出現過啦。Happy Hour 3位成員咁啊，其實冇乜打機嘅經驗啦，一嚟就嚟參加比賽，仲要差啲贏到，咁呢啲真係拍戲先會出現噶啦，亦會有少少貶低咗電競選手嘅專業啊。反而我自己會覺得，反正一開始講佢哋幾個呢係完全冇經驗，咁就可以食住呢一個 point。咁啊頭幾場呢就盲拳打死老師傅，唔合常理咁樣玩，反而呢就玩死咗啲專業玩家。到最後決賽，繼續以盲拳方式將個人嘅長處呢就發揮到極致，最後配合翻隊長要信隊友嘅情節，咁啊飲恨拎亞軍，咁我就覺得趣味同埋合理性呢就會強啲啦。最後 ER Killers 贏咗，咁啊如果影嗰個隊長冇慶祝之餘，仲鬧緊啲隊友廢呢，咁就凸顯翻阿 Solo 作為隊長嘅成長，同 Happy Hour 團隊合作互相信任嘅一面，而吸引到啲觀眾呢係歡呼支持咁樣。有一場比賽 ，Solo 呢就拎阿八爺嚟擋子彈啦，陳詠真就鬧佢唔應該犧牲隊友嚟保住自己。咁但係如果以個遊戲規則嚟講，Solo 喺嗰一刻呢係 VIP 唔死得嘅，咁揾隊友幫手擋呢，其實我覺得係好正常嘅。咁所以呢一 part 呢，我就覺得應該改翻少少會更加好嘅。林敏聰嘅即興發揮當然係賣點啦，可惜而家呢就冇一個有能力同佢唱雙簧嘅。如果五姑娘出多啲場，同林敏聰過下招，咁我覺得會更加好睇嘅。咁佢哋喺餐廳短短嗰一場戲，其實都已經好好睇啦。咁我都講下觀後感啦。呢一套電影真心呢係俾到好大驚喜我嘅。一開始睇到電影名，再加上某啲角色嘅造型，其實我真係以為係爛笑片嚟嘅。之後見到套戲咁高分，又有人讚喎，咁所以呢就抱有期望咁專登出到去市區睇呢一套戲啦。結果仲可以超越我預期添，真心呢就要推介俾各位觀眾啊。另外喺睇緊嘅時候係好有滿足嘅感覺嘅，因為某兩場戲我心入邊諗，如果佢咁樣拍就 perfect 啦，點知下一秒呢，佢就出現咗我想象嘅情景喎，真係好 amazing 啊！好似導演呢就聽到我嘅心聲咁。第一幕呢，就係阿八爺同個對手喺度隻抽啦，佢一拳打開個對手，我心諗如果係用佢金剛瞳嘅絕招咁就正啦，點知下一拳呢，咁就係用絕招啦。另外一幕就係林敏聰俾對方隊長就嚟 KO 啦，我心諗如果 Solo 過嚟救林敏聰，咁就實現到 teamwork 嘅精神啦。點知下一秒 Solo 就真係放棄殺死對手而選擇去救林敏聰，真係同我想象嘅一模一樣啊。咁啊，不過講到呢一幕呢，我自己就覺得如果係講個卒仔 cap 住咗阿林敏聰， Solo 就放棄大絕打死對面嘅隊長嘅機會而去救林敏聰呢，咁樣我覺得係會更加正嘅。咁我都評一評分啦，我會俾9分啊。真心呢係覺得好正嘅。我知呢一套戲嘅票房呢就一般般，咁啊有種好想入場再支持多一次嘅感覺添。咁啊都希望趁未落晒畫啦，咁啊可以有更加多觀眾呢可以入場支持一下。咁如果大家都睇咗呢一套戲，可以留言互相交流一下。中意我嘅片可以 like 我嘅片 ，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share 俾朋友睇，撳埋鐘仔有新片就會彈俾大家睇噶啦。今日呢條片去到呢度先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